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这个天气的状况。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透早上低温，伫个台中的大甲12度。这个温度哪来哪回，等来咯，雨嘛较停咯。明仔载起一直到拜六的下晡，是两波方面中的空旷。台湾各地是转多云，有时好天，有时甚至会热甲亲像热天。这个拜六各地高温会来到32度以上，但是后一波的方面，拜六的暗时就会到位，各地会开始来落雨，气温嘛会落降，一直到后礼拜二。食小米去桶厝内底搞球啊，爱搁赶紧摕出来。春天的天气就是这尔无稳定，冷气团汹汹来，我们要台中大甲刚有12度。今天白天会明显的稍微回温，可以看到各地都会回到20度以上。那明后2天，局部地区还可以来到30甚至30度以上。这天气就亲像囡仔爱洗圣地，欢喜欢倒。拜五回温低温差不多20度，也算真舒适。到拜六会更较烧热，礼拜日开始东北季风变强，加上落雨，温度会更降落来。拜一体感温度会更落到15度，爱等到拜二温度才会回升。另外落雨方面嘛要注意。拜六晚上到礼拜一可以看到。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，随后华南云区就开始持续的影响，那各地呢都有机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，请大家也要特别的注意。除了礼拜一开始出国爱穿小热，嘛还会给你炸雨伞，各地卖落大雨，加上一直出现地动，山顶嘛拢加注意土石流的情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